300幾年嘅歷史點樣裝入一個客廳？今日帶你解鎖山塘鎮墟鎮客廳，睇下佢哋係點做到嘅。山塘鎮墟鎮客廳係集歷史文化、政務展示、社交休閒於一體嘅綜合性文化空間。客廳內設有多個主題展區，通過實物展陳同創新互動，全景呈現山塘嘅歷史文化底蘊同新時代發展成果。呢度嘅每一幅圖片、每一件實物都生動講述住山塘嘅歲月故事。而從省農業經濟兩百強鎮到全國農業產業強鎮，呢面牆記錄嘅唔單止係榮譽，更係山塘人嘅奮鬥劇本。各位朋友，這裡是山塘鎮領航時代文化園區。百年來，山塘人在時代的浪潮中不斷過去。喺呢度，你唔單止可以親眼睇到山塘深入實施8000萬工程帶嚟嘅喜人變化，仲有山塘數字人帶你沉浸式感受。山塘林尾，清新桂花魚、鮮苗米。喺墟鎮客廳，你可以領略到山塘作為魚米之鄉嘅深厚底氣，更加可以體會到山塘人嘅熱情團結。就好比如三人燕尾龍舟，齊掌破浪嘅童心；圍餐共聚一堂嘅熱絡，龍舟飯分甘同味嘅鄉情。一口煙火，一段記憶。山塘鎮墟鎮客廳裝住嘅係山塘人共同嘅故事。佢唔單止係文化展廳，更係山塘高質量發展嘅縮影。魚米之鄉，大美山塘，山塘仲有好多動人嘅故事，等緊你親自嚟發現品味。總之一句話，山塘歡迎你。